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推介嘅係幫講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美國夢新解》，就是只歡迎有錢的移民。遙望位於美國紐約嘅自由女神像，呢個呢係法國1876年送俾美國獨立100週年嘅禮物，係自由同美國嘅象徵。女神像個基座上邊呢刻住14行詩，係對外來移民嘅歡迎信號。但係家陣美國總統特朗普憑住一己之力改寫咗自由女神對外來移民嘅定義。美國唔係唔歡迎移民，而係只歡迎有錢嘅移民。狂人特朗普2.0回歸以嚟，除咗對外大打關稅地圖炮之餘呢，對內對於移民更加係玩盡花樣，包括將6000幾名仍然在世嘅移民賜死，標注為已死，撤銷佢哋嘅社會安全碼，剝奪佢嘅工作同埋領取福利嘅資格，令到佢哋經濟斷糧，被迫自我驅逐。下一波咧將會輪到超過9.2萬名曾經被定罪嘅無證移民，再之後咧就會輪到冇犯罪前科嘅無證移民。呢啲人咧會被偉大嘅美國之王賜死。呢啲移民咧好多都係美國藍領嘅生力軍，做住美國人唔想做嘅低下階層工作。佢哋唔受特朗普之類嘅美國至上主義者重視，絲毫都唔會令人奇怪。但可怕嘅係，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出盡全力去收緊移民政策，同時就有報道話啦，美國國土安全部考慮製作真人 show 節目，用公民身份作為獎品俾啲移民去爭奪。呢種偉大嘅構想被網民形容為移民版嘅飢餓遊戲，一於就將財力成疑嘅移民當成可以轉化為收視率之後憑藉廣告吸金嘅工具，成為創造金錢價值嘅機器，可能係美國夢嘅另類體現啦。雖然呢個係好初步嘅諗法，但你懂的，喺特朗普嘅管治之下，再癲再狂嘅事都有可能發生。當然啦，亦都唔係所有移民都需要參加嘅。一向愛財如命嘅特朗普早就幫某一種移民留咗一條後路。有錢嘅移民係排另一條隊㗎，只要你肯花500萬美金買個移民金卡，直接將美國公民嘅身份攞咗，咁就 OK 啦。投身美國移民式飢餓遊戲，被全國當成動物園嘅觀賞動物啊，定係攞500萬美金出嚟買移民金卡，享受有錢人嘅快捷樂趣呢？對於好多人嚟講，呢個根本唔係一條選擇題，因為可以攞得出咁多閒錢去買身份嘅人，只係少數中嘅少數。特朗普帶領嘅美國政客而家就端坐喺風景如畫嘅海湖莊園，就好似2000年之前羅馬鬥獸場嘅貴族看客一樣，一邊就數住奴隸戰勝野獸攞到嘅錢，一邊就欣賞台上互相廝殺以獲得一線生機嘅玩物。喺特朗普們嘅眼中，嗰啲唔夠錢嘅移民嘅結局可能已經注定，就喺佢哋進入美麗國嘅一刻，隨時就係享受被美國政客先壓榨為敬。有得揀先至係老闆，呢啲移民就冇得揀啦。要怪就怪時至今日，自己仍然去追尋虛無縹緲嘅美國夢啦。